这个吼，你当讲咱呢，本身来贡献社区吼，今日咱所以所以呢是吼，我本来是对一个起点，对啦吼，像我觉得应该是对母亲，一直是这个方式。那对母亲贡献起点，别看是小队。是人家呢，我爱去小队起点个，点个人家的人气嘛，所以呢，所以来收一点吼，出，你在我电话，电话早吼，所以电话吼，这个是30分在一起吼，所以一点研究跟机会的吼。不过因为是安尼吼，因为这机会我们用来就是讲，咱提供大家会当讲提供学习啦吼，提供就对啦吼。因为其实要讲真的，伊本身的意见，其实咱方式还是有限啦。当然咱大家就是教学吼，互相沟通，大家可以可能已经2000几年了吼，可能到时啊，到底来唱就是讲那个是啥，所以跟这种吼，那因为呢，咱接触，咱英文经。叫做救老本啦吼，救亲扶弱。救亲扶弱，用这分其实相难吼，相难。咱如果讲，因为救亲扶弱，是分一经，然后呢，性、干、言、讲，50首的人对咱一是咧惊，什么叫做惊？就是讲咱一直爱实施的物件，实施的物件。因为性格性，咱我早讲，基本分到下边性。一定伊爱相信，咱这个理经王经的人，这个这个星期一嘛，信息理论正信息所以这个规改变，咱今日你了解你了解心法，你了解正法，就一定要有一个真正，你相信信心。而且必须是讲完全你无理能力来因为到一个实性，到一个正性，实性它有一个实灵能力。这个正性完完清清气气，那就完全离你心目，你的心内中所流露出来。迄个真实的物件，迄个喜悦，迄个喜消费。安尼当中，咱入去无经，而且第一段到第六的性格这个性，已经就是已经，第一份的性已经行到入去，入去无经的52内底当中，已经行叫做习性内底，习性。咱我早讲，习性、习行、习性、习主、习行、甲习规则，咱个习的模式。今日会知影，今日咱遇到经过去这部经典甲讨论，叫做52菩萨为你这一段路，你若会当真正有，就是讲你已经行入了初步的功夫，就是讲你已经52菩萨，你已经行过了头一个习性，你10个楼梯已经行过。10个楼梯行过了后，已经行到第2段叫做啥？性界。性界就早头甲你讲，就是对第9分，叫做一常无常分，到底到第16分，营销2常分，这段叫做啥？
因为解就是讲，咱真正伫即个医学的内底当中，透过着咱的实习，咱无医学实习去了解咱含存这个新安全面，伊为什么来讲起？咱学做，咱若无真正去清洁，无真正去，然后生根去清洗，咱这是安全面。真正咱这是安全面。咱想知影，咱这是伊的起心动念，甲起心动念做厉害。所以是安怎分学，叫你行过含住实住迄个物件。其实伫学科内底当中，即个实住功夫足重要。所以我过去曾捌讲，是安怎有叫做即个咱的咱修道，咱一定爱深感的咱即个心，完全袂使有一点点的危险。换一点，咱有一个危险，咱即个心会走动。咱你即个心会走动，你真诶听着，要讲到真实的道理，拢总以因缘心法，拢总就是这物件原了在内底。首先原了就是声闻，是声闻闻的这个原了法。那你这个原了法，你要进入了菩萨的实义内底当中，这是一个非常而且困难的物件。那既然非常困难的物件，咱各位该知影，这个实主当时佛陀，是我的蒙佛的这个人，温和应付问他，这是不是在造下落？温和应付温和好一些，这是《金刚经》的第二分，与咱早头一股相对，然后。咱早头一股相对，是啥？温和应付温和好一些，就是舒服的很好。因为咱今日修道，拢总安住这个心安住袂好势，但是你佛陀咧教我，要安怎去安住这个？所以伫咱习第二个20个菩萨位，第2个10个安住位内底受业内底，就咧讲叫做第个实住实性，这个实住安住，这个心安住。但是因为这个主就是讲到这个解就是空，这个解，若无去修解，你这心安住好势。其实若无修解，你来安住好势。咱的学法，所以佛陀当时说法到第14分，咱知影师傅者，咱清解而出，体。学正中平平的语言，体有是说，如来善良诸菩萨，如来善不善诸菩萨。这段就是啥呀？就是师傅的一定上到14分来讲，伊叫做清解而出。清解而出就是咱老拄则讲，这段话叫做实处。因为你若要清解而出，咱就先是安住不是？咱来想看看，咱从修到到即嘛来？就修到到即来，行过20担也好，行过30担也好，甚至行过40担也好，甚至讲正菩萨行过60担也好，这个是咱看看，咱有啥可怕？老菩萨行过60年岁月，迄个思想，迄个思想扭出来，你会惊死哦！迄个思想扭出来，你会惊死。迄个思想就是过去。伊80点内底当中，因为你过去无真正清洁，无真正清楚伊家己的80点了，随时表象修炼，但是伫实际实内底当中，拢遐无清洁的物件。到了伊一个时阵了，开始，咱较早人拢叫倒万千当中，伊80点了，迄万千过去遐物件，会倒来袂？
伊讲出来物件，毋是伊讲出来物件就是含无一个修炼的人啊，较严重。即个物件，咱只一定有法度信。但是咱个想看，经过30年、50年，甚至60年，甚至讲过去前辈，这思想可怕。但是甲看，那安尼一路来，敢有成功？敢有成解之处？敢有安全？即个心肝在控制的方式，这是咱修道一个足重要的课题。所以讲今日哦，我修道哦，人咧听到哦，开班哦，啊，咧出来吼，你表现咧做老嘢啦。但是咱的心有真正实实无，有真正正实无，有真正清解无。哦，那安尼，咱有真正有到迄意见内底，这心慢慢去安全对不对？即摆来就是讲啥物件？讲到第三个叫做哪？十行。十行就讲到叫做迄个菩萨行安尼，十行叫做菩萨行。啊，十行走第三菩萨行内底讲啥物件？你今仔日小弟第17分，这个叫做十行，开始行。啊，这个行，咱金毛兵17分头一个来讲，哦，有善人做善努力，安得什么三摩地？哦，温和一分好一心。哦，一切正心意，乱这条才是叫实际的发生。迄物件，原在伫咱金毛经的第2分的物件，搁起来第17分咧讲，搁起来第17分咧讲，就是我为什么讲？为了讲，现在不得讲重复的事情。我讲重复的话，不代表是重复的事情。重复的话，就是头一个，就是咧甲你教育你要安怎做。但是到第17，这个叫做是行，就是讲要叫你行，甲要教无相像，要教你行，就你真正有法度啦。一切众生之类，用关心、用开心、用发心，用实心、用发心，用有性、用无性，有性、用无性，用无性、用无相。哦，莫该变成无用关系，都是无用不实变正心。里面那死就心都袂讲，你安尼存一个正心讲，是毋是安尼？啊哪呢？你存一个正心，你叫你行叫做哪？叫做妄想。这妄想，你只要心这边你去妄念嘛，你叫啥妄心嘛？你叫你执着嘛？你叫你分辨嘛？咱来看下认真，已经行到这，咱已经开始行菩萨行，咱来反省，咱来看。咱家己对咱内心家己去内省，咱的心家己去内省，到底我这心安尼起什么？我这心安尼起什么心？真正呢，虽然我每一次当中，我想一件代志，咱我一直内省家己。哦，有一个失败，有一个碰撞，啊，一个失败，这个碰撞一个失败。这个碰撞以后就成功。明知讲碰撞以后，但是偏偏拄到一道理。明知讲今仔日，我想这个代志对咱修道来讲起来，这是无共。但是你拄到的安全就好势，咱就感觉是，咱人讲好咧，听得足舒服，有够舒服。人讲舒服我无爱听，咱比别人较一叫。讲这些物件，咱通去叫，真正咧，修到过尾修就是哪？修就是傲慢，修就是傲慢，修就是傲慢，哦，修就是无耻啊，修就是无执啊。啊，那安尼修到尾啊，当中变成哪？无修无业就发生输入，修到尾啊变成魔鬼了。啊，这个物件我想讲，碰撞不是不好，但是你一定要去。你一定要去，那一概碰撞，一概提升，一概碰撞，一概提升。然后，这个碰撞就是要消灭你家己内心迄个傲慢心，互你内底迄个傲慢心一直慢慢弱的当中，互你定心一直弱的当中，迄是真正，迄是你消解你家己内心的种迄个傲慢。
但是你今日若要你消减咱傲慢，咱的傲慢的心都必定咱地心发表。安尼今日咱叫做哪？咱叫表无明，咱叫表无明。修就是怪啥？迄无明有叫，迄种无明就是魔鬼嘛。哦，啊，咱的地理就是佛菩萨嘛。啊，咱将魔鬼愈用是愈大只。啊，咱将菩萨，咱佛，我叫是将魔鬼压制。咱另外的设施，咱另外你来出头天，咱另外就参像今日你在一股田，啊，这股田的内底当中，迄边草，较济啦，较济切啊，或者来去储备储存来讲，有咧做事。是啊，到底迄边草，迄个边草你听无？听无啦，可能毋捌说是，迄边草就是含你切啊，迄颜色甲类，但是伊生的迄种。伊你肥啊个了，拢叫阮边草，迄边草哇，青漂漂，青漂漂，啊，但伊后伊迄边草就是种草，迄就袂种啊，迄就结水嘛吼。你后对我是你后切啊，你讲切啊子哦，我切，啊，但是切啊子啦，切啊啦，切啊，对啦，啊，迄个业经济啊，你这个业经济，迄经济愈济，咱的产愈济，迄个愈麻烦啦。所以咱80变着，这个经济你看嘛，我来讲，咱真正把咱的这无好的物件消减掉，你行就是要行这个物件，所以你佛道到了第17分，一点点来讲，究竟无我，迄个我就是哪？究竟有迄个我，就咱讲的迄个我，迄个我，迄个我慢，迄个魔鬼。哦，这个我，这个我。那这种有我什么罪之身嘛？简单的嘛。这个罪，即生罪之身，你有这个我了后，哦，这个罪就造出来。啊，这个我就是，哦，有啦，有，咱好找到有我能，我这个灵，到底，咱讲灵要会头的，所以你应该是这张题啊。是愈发随个头愈大，因为咱是愈珍贵，咱修的这个心灵愈合法。当时呢，会愈有度量，愈有包容，愈包容，因为安怎讲？因为真个爱文化，这是真。但是因为今日咱变成啥啊？我执，这物件这边个人意见，这边个人意见，所以。咱里面的环境呢，有来讲，低见入低，来呀，就是为本。低见入低跟入低，这叫无为本嘛。是不是啊？低见入低就是无为本。低见无见，哦，就是改成嘛。哦，啊是低见，这应该是要分个低见，分个低见，你袂使去入一个低啦。你个入这个低位，就唔真正众生的低位，众生的低位，哦，啊，众生的我的低位，甲众生的低位，两种低位，你众生低叫做梦想嘛，是不是啊？这低位叫做梦想嘛，叫做执着嘛，这叫做执手嘛，叫做梦想执着嘛，啊，这个梦想执着，那啊，我来讲来说明是啥？这个叫做众生相，这个叫众生相，这个叫做哪？这个叫做受者相，哦，受者相，我那个延伸的是这个神，众生有菩萨有我相，有人相，有众生相，有受者相，还有菩萨，啊，但是这个来，就是这些的来。发表成绩嘛，挺我。所以这个我，这个我就是有一个我，这个叫做主我，有一个叫做主我。这个主我有主执着这个我，所以有一个人，这两个有点，有一个高考的，一个上的，一个老的，一个他妈，一个水的，一个大的，一个他妈的，一个白的，一个黄的，有一个白的，一个黑的，有一个红的，一个青的，这叫做对应嘛。啊，这对应就
当中呢，因为你有对应了后，你就什么啊？你就梦想发生。哦，你就这个梦想，啊，这个梦想叫做有民有梦想内底啊，这个众生就是老生梦想。啊，梦想生出来了后，因为梦想生出来拢无，伊梦想生到这条呢，所以必须是受者想，受者是咱这条，是否能咱这条？连众生不入人意，因梦想这条，啊，这个梦想这条是讲众生是咱受者想意思。啊，咱今日去学到这个究竟无我，啊，到究竟无我内底，因为你百花丛中我，你那骗我。迄个在身，我以前我行着迄个哦，即摆拢来咧行即个铁路工程，但是我拢爱插伊，拢要插我，你车查某啥？我当行对啊过，我一条袂记得行啊，规条袂记得咧，下摆拢一个职业啊，破啊，统插啊，规条裤啊，过到拢医院边啊吼，弄迄个啦，迄车查某吼。迄车查某超你知影嘛吼，啊行过拢有影。啊，是车百花丛中过啊，偏偏不沾身。但是咱百花丛中过啊，整条路都沾满人的，什么原因？是因为咱这个口想操盘，咱这个手伊袂去攀连迄物件。我若穿点互伊看，伊敢攀连我会着？我若是我金死死，伊敢攀连我会着？啊，但是咱这物件，咱今日这个心是无事，咱这个心攀连无法攀连。发着物件就念着，发物件就念着，因为咱这个心是无缘分。咱这个心若想到参照一个互伊，无论离这个色相内底，无论偌水，无论偌歹，无论偌什么物件对个国家，啊，一点点动来。所以这叫做啥？这叫做祈求。那做迄个动，迄个说生法主来讲，生灭为乐，这个啊，所以咱今日到了这，咱讲到了这17分来讲，伊这段究竟为我，究竟我人，这两种人我去年，是不是安尼？去年，是不是安尼？去年这个人我，人这个手，我就是人，所以能手，那个人我去年。这两种拢无了后，这一个就无。众生想甲实际上这就是一个。然后，因为这比较对比来，到这有这物件，到有人想我想了后，到有众生想甲实际上，无我想甲人想后，到就实际上无这个物件。敢是安尼？比如我今日去，我这个裤若要去，我这个裤若穿无伊，我安怎行一把山？因为那个。伊个车手我你把车子我来讲，伊嘛无法做，啊，就是我穿裤有条件，伊有条件啊，人攀连我这个裤，我这个裤有条件，人去甲领着伊个车头，伊我这个裤啊，你行过啊，规领裤啊，包领这种，啊，你甲包领看看，咱一世人行过来，了后咱染偌济，咱染偌济物件，咱染偌济物件，真正。听无叫，咱就警察要去探听的，无了解，警察要问较了解。伊做些代志能过就且过嘛。当时呢，何必本来无一物嘛？为什么处处惹尘埃？那就是，干嘛呢？你帮你改变。所以一切凡优秀，拢总是一个影响。凡所优秀，拢究竟有用，但是。咱今日受到咱这习完全就是啥？完全就是迄个习惯，啊都无得甲摒下来，完全遐下来。我拄则讲，若讲着我好，我甲你死啊；若讲着我歹，气甲你死啊，是毋是安尼？你我讲我嘛不是，讲我无好嘛不是，讲我错嘛不是，你有发是会听来？哦。
所以如不履虚，性息不立夫。你我都把我这意见无，所以呢，今日真正修得爱有这个感悟，是人品。真正无是人品，因为咱起心动念，就是对咱个个上海大个损失。咱无起心动念，别人起心动念，和咱一点关系都无，咱上海大个啊，无咱呢，真正唔感觉。我是不是唔感觉？是安尼，大家都讲嘛，大家拢批评，是唔感觉。今天现在讲伊，你甲你，哦，你甲你领导，唔知咧萧条你的梦想，你萧条你那，你的目标，你甲你萧条你的梦想，甲萧条你的目标，思考嘛，可能到点，好不条，拢无对对，考试都不及格。所以是毋咱对真正的修道，因为这是对咱考虑，对咱家己这世人，这是上最重要的物件。那个，咱行到一半，咱行到一半来啦吼，行到一半。我今我算我六走，我若是几岁？我进前20多岁啊，我参考，因为我数学即个60几岁，我因为3几我惊死。你爸爸买新人咧？马路买新人科是个老路车，60岁，开始来70岁、80岁、60岁，70岁也剩12年，啊，人80岁也剩12年。吼，话我人生要食到100岁，这是讲满是拢在骗人。满是啊，佫100岁笑年纪啊，迄拢在骗人，无几个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咱真正一定要清洁咱这个心情，真正。伊来讲，无才能一世人要食菜，无才能一世人，无才能一世人要修。所以我嘛一定拄着一件代志，家己一定要反省，所以这段话该详证、详试、印证，印证着哪？当时佛陀咧讲究竟无我，佛陀用着伊正道，用着伊正道来做一个印证。来做一个证明啊，含我得到这个嘛，究竟无？各位，咱个得到的是一点，对不对？咱讲一级中会万八得超然，你讲你得到的，咱得有这顶天龙化吗？我若讲讲对，我不骗；我若讲讲唔对，无人要来求他。安尼听无？但是感情啊，安点讲到讲这个天堂，刚刚讲到天堂，安尼当中，咱有性的，就咱修这一年也要点到千几个，点到千。不然我当然该怎么得？这个问题咱来思考。有人讲一句话：渔夫适得还乡道，生来死去天当前路。渔夫适得，恶目神童，来发现，傻傻头头大陆看，咱讲无，按了解那，按目前分辨，伊拢甲你讲讲这个物件了解，适得，发现。刚才请到你内底，你个话内底有这三项：了解，适得，发现。你发现这些物件，你发现到？你讲这点你也无发现到，那是茫茫茫茫。你有识得到无？当然你有识得就是你已经立足位个，伊有识得到无？伊听着金光经，伊毋是对第一分听到第10分一无所住而生其心伊毋是听到了，伊是惊听着金光经了听着咱上金光经了伊就去问着迄个内底，去问迄个形象，你即本经是对来？伊就我是当时离当上师毋爱做事业方法伊是听着金光经了，
伊毋是听我一无所事哦。有这时间咱而家搁听讲到一无所事，有可能咱听金光景听到第10首，咱听一要一个档去啊，伊而家随听着咱听到第10个一无所事，看嘛，听一句话，啊，对啦，是对，伊就已经。伊些产品拢有啦，现在我伊就了解啦，伊就识别，伊就发现，因为我对牛养外母，养一个外尾，我母养一个外尾啦，我咱对新年饼到遮有几个要行，有几个要行吼，离新年饼到遮，新年饼到遮嘛到遮10公里。那我真正行了，行内底行我很多，今年那个我行去行到行到6公里，我家己我行去行到我行到6公里。哦，应该是成功啊！但是伊就身体要健康。但是你甲看这个人，我讲你那是中年去行，我才无可能，反正你较早就无可能。所以人合作为，以前伊要这个，啊，这个物件是甚物重要？比伊的性命较重要。所以伊头一个起来安怎讲？只求作稳，不求难。随讲这个话你看，一个也未求得道哦，也未得到入正法的，伊就有法度来讲只求作稳不求伊稳咯。啊，那伊毋是发现到这个物件，发现到这个模拟保准吗？我有名字一颗，就被陈大封锁。看到今天给我反映，今朝澄清公司照片3个罐头，爱这个物件，我唔怕。咱今日求这一道人，有几个真正这个物件？你有得到怎样消息差不多吗？你得到无代表你消息差不多，但是你无得到，你永远袂当消息差不多。安尼晓无？你得到无一定你会当消息差不多，但是你若要得到，永远就是我消息差不多，因为你有得到就是这个机会咯。你一定有这个意识，你有这个边来让你进入了解环不相，试着反映到恶不发现，杀杀错手发现，你有这个机会。对不对？咱讲过，做会员，那毋是这个行者伫咧讲金光经，有这个机会，这个机会听着了后，但是当然咱咧坚持，是啥坚持？当然咧坚持，这是地藏果不的坚持，这是不的坚持。人来人听着，当然个人坚持，个人咱立业修来的学生，但是。咱真正嘛无嘛，说输了那是。你像有的情况是，咱学30单位啊，咱学40单位啊，以前咱安对这个懵懵懂懂，现前呢，对咱家己的国家，我是我那个哦，因为它的严重，所以今天就是说，我们要怎么进入到所谓的究竟如我，还说有效，这是需要，因为伊毋是一个真正的实体物件，这个你也看。那安尼你若我若见实相，你向极见如来。你若我讲见得诸相，一切相，拢是如来化身，拢是如来会发身。你若我发若见诸相非相，你若见得如来发身，你会同大家理解。当然，一问间了解凡夫相，是的凡夫，你爱真正去了解，毋是讲拢唔通，真正去了解。所以讲，你今日唔通去chấp这。我现在物件会使，这比这物件需要是。哦，你听我意思吗？哦，这比这物件，这比这物件需要是呀，因为你求得到，你得到，你这物件，就业对什么方改的？你把你这个物件放好，我得刚刚4方面，一些那个一。有众生中，我们不说众生是在人中，或者说法众生是在我们中。有当时咱讲一份，伊讲无法所说分，无法所说分，伊来有法是有一个法，我是因缘所生法，我照着众生的需要，我照着这物件了后来讲这物件。哦，那么本来是有这个。但是因为众生需要，我照着这物件，你求你无认得人去过这个工，我照着这只牌啊，互你坐过，
安尼呢？但是你已经到对啊，你要去坐啊嘛，你根本唔了去爬去嘛。所以，因为这个是凡所有上拢总是一缘命的物件，因缘所生的物件。所以咱老师说啥？因缘所生法，我说这是讲因缘之情。哦，这是讲三个问题。好，所以呢，到了第17问内底当中，不得因为伊作文呢，讲法用伊正道的时阵，因为讲实无哦，伊讲。本文课题是话题，是不有关如来对阿弥陀佛什么三宝题？哦，伊这个是是话题，因为伊这是推经版，哦，伊这是延续的哈，所以伊这当中呢，咱伊这个浏览者哈，咱这种浏览者，哦，说话题对如来有认定佛所有对阿弥陀佛什么三宝题哈？因为这段就是佛咧无佛。咱说话题啊。你的心意如何？如来，我当时释迦如，我当时释迦如来伫个佛所的时阵，有得到一个阿弥陀佛什么三宝题吼，我有得到一个无上正定正觉吼。不了时阵，当然这段话说话题是一个解放题，伊就是甲说出讲，不了时阵，如果解放所说义，如果说话题解放题会了解所说义。不如见的无所，无有法的阿弥陀佛什么三宝题，所以你这个当中分言，那么如是，这种当中是印证安尼来。哦，不得的那种说话题，说话题啊，哦，如来过去，伊讲到伊过去得到正法的时阵，伫迄个时阵，伊有一个无上正定正觉得有无？哦，那各位，咱见啊。廿四嘛，得到未来。哦，你有得到无？有，你若讲你有得到，但是，你要小心，你忘得到，你无所得，是啊得到。安听无？今日你莫去摸你迄个物件，摸掉掉。什么人会当来成佛？什么人会当来成佛？你去想看看，是你家己会当来成佛，还是什么人会当来成佛？你讲真人吗？对嘛，说会当来成佛嘛？安尼你的生死都放在真人手里，你的慧命都放在对嘛说手里。你若唔修，什么人互我做呢？你若要修，什么人互我做？敢是安尼？所以真正的物件，这是一种因缘生发物件，要互你进入这个物件，要互你进入这个物件。哦，你完全一定，完全你这个物件，拢总无了解，拢无实践，拢无发现这个物件，你今日得到是啥物？那太简单啦，去太低的、太低的，甚至万一拢来求得，啊，你甲求咧，得到，啊，无来你受得，你后日就生活去啊，后日简单呢。所以唔能做这佛教，伊甲你做这佛教做这义，做这义就是讲咩？做这义的，咱今日，因为咱今日求道，这是一个殊胜的因缘，就是要你了解这个，你会当顿悟，你会当顿悟你家己自身迄个物件，迄个物件你会发觉，你知道对吧？我变得法，而且物件，后来这句话。无上正定正觉，阿弥陀什么？你爱去发心，你去讲给大家讲嘛。哦对对，啊你既然得到，你无去发心，你无去发心，你得到这物件，你敢着成佛呢？不可能啦！阿弥陀什么三宝题，你的心就关啦，你在那发，你的心就关，唔是去外口咧说，唔是去外口咧传。我在世间不离世间，离世间旁边看。对不对？所以真正不改证明，如是，这个如是，就是对当时说话地甲讲，如来如念定佛所，究竟阿弥陀佛三宝题吼，
所我的言，如我该不所说的，是我的讲哦，是不得的问是我的这句话，没有是我的讲对答，是我的讲，以我该不所说的，如来无言的无所，如来的东西语言的无所，无法无所的，我的，啊哪呢？迄个不得，不言如是如是，在咧赞叹着什么人？咧赞叹着是我的，你讲对，你讲对。哦，这个赞叹，但是这个时阵，咱今日一定要了解，因为当时不得，伊修到八定，当时如来修到八定菩萨，叫做显灵菩萨，应该我过去咧讲过，显灵嘛吼，显灵菩萨，这是到第九地，咱个第九地内底，咱过去是先修灵那一点，先修灵那，但是伊修到迄个意境。有一处当中，显灵菩萨，伊去也有一个外道，伊外道有这个某办法看这物件呢，你从外道这物件呢，就是世间里当中这奇奇怪怪这吼，你讲看那看去看，你问我这物件，水小都有有关呢。哦，世有这某办法通这物件，这是有诶，毋是无诶，但是这拢毋是正法。但当时佛道。因为伊得到八个菩萨了，咱要发展作用啊，当然去学外道，伊就继续学外道一方法。我当中，这个外道法拢去学，佛道较无了，因为伊发展是作用嘛。你讲的伊嘛虽然吸收起来，但是你只吸收掉，伊是用来吸收来，对不对？了后要下山，你下山的时阵，这个外道差不多就讲，什么？阮这学习，阮这法是一定要有实力，我哋就要走掉无实力啦。我一个人要靠着实力，啊，你若互我落下底，我会我哪会是啥？搭上你的实力，所以讲落后伤害咯。我拄着是报，哦，你做迄个无遮法会，无遮啦，无业无遮法会吼，迄个无遮法会就是讲。因为伊无有限定，你要甲发现偌济，反正你若有真正有理由，你要甲发现偌济，我能讲偌济。所以呢，不得，哦，伊就显灵菩萨，伊就去到的是这种，我做不做法会，然后伊就去发现，哦，发现然后伊讲，我咧学班里，你学班里面，伊讲我是咧到下实的。啊，所以伫迄个当中呢，我以前咧，按这人什么医师内底吼，你安尼，你有下我的条件，安尼，当伊摕这5万里面时阵，伊要走的时阵，我听着，我听着不出世当中，有一个听着较欢喜就对了，迄个欢喜是怎样嘛？因为你甲第八地嘛，迄第八地应该是究竟地啊嘛，迄叫做退转地啊。已经想好去啊，安尼嘛，啊，所以迄个当中，伊就探哇，不出世，不出世，啊，你对这所在呢，教育的，应该是看到讲拄着一个公路公园，啊，公路呢我掠一支的迄个青莲花啊，青莲花，啊掠，啊，青莲花当时是足宝贵的青莲花，去拄着这个公路啊，这就讲。先不是讲，这位小姐，当然这个小姐迄阵，咱我唔知啦吼，甚至你会当无记，会当迄个青莲花来讲，我5万两甲你买，袂去1000万遐去啦，我5万两甲你买，啊，你讲安尼，啊，你甲买这无记的迄个青莲花，伊我要咱公分，迄个公分听着的时阵啊。迄个显灵菩萨讲强，伊嘛充满伊个，安尼哦，哇，你通强是足好个咧。啊，若安尼当中，我这5支互你，啊，我这2支吼，啊，想煞惊伊。伊安尼讲咧，我是一个强女啊，我是讲你啊，哎，我袂当去见不然，安尼，所以把伊迄2支啊怎啊，我不得啊去约不，迄个时阵，怎画做一个画一个迄个花瓶。
你若泰国吼，拢是你泰国是花瓶，啊，迄个花瓶吼，咱像是莲花花瓶，画图莲花，啊，怎么把伊花瓣？你若去泰国吼，泰国人供佛啦，花瓣，因为花瓣在练啊，花瓣，伊讲伊讲一个咒语，讲希望这个花瓣跟随我来搞混，所以画成花瓣嘛，叫花瓣法，给迄个花瓣对，我哋认真分的，认真分的头前来，所以我做过。啊，所以迄阵认真分来的时阵，伊头前啊有惊人，啥拍人，我认真要从人打，那叫做恶佛，咱较早时叫做恶佛不施吼，恶佛不施的，你若拍人，啊，我甲你打，恶佛恶。啊，当时伊拍的时阵，看边啊，遐都有水，啊，就惊人，伊怎把伊头送回去？我把伊惊人怎安抚？所以经典有一句讲叫做善法布施吼，伊迄个真名吼，恶法布施甲善法布施讲。所讲当时即个圣菩萨当中，伊拍的就跟他打，伊当时伊头送回去，惊佛得去打惊人，啊叫善法布施。所以为了后，伊怎跳起来？非常的欢喜。迄个欢喜啊，咱讲啊，用业文化生欢喜，就得当个讲，你哦，要受到多少劫，你会当受得，但是你的本名叫做哪？你的本名叫做释迦牟尼佛啊，所以迄阵伊即个公案伫遮来，但咱今日有我看到，伊当时伊有哪有哦，伊受到八地菩萨当伊见着佛，啊做一个印证，但是咧，各位，咱也未受，也未受到几地啦吼，反正初地嘛也未啦吼，都有啥物地啊，我就是空体啦，那个吼，咱就得到，咱就当受，是会当受。但咱受记，咱伊受记，咱就变成咱受记，咱变好了。但咱受记，因为咱受记就好了嘛，咱受记就好了嘛，毋是这个道理，咱来了解。咱前尾先来讲，过去不只先修，以后当你对对，啊，咱即摆先地先定，那是。哦，但是我得到，伊就都煞做倒位，哦，迄个选少人石头边济啦，迄选少嘛无好对，听意思？迄个石头若比选少较济咧，较少啦，反正石头比选少较无比，物以稀为贵嘛吼。哦，你遇到的时阵啊，迄个哪？哦，迄个须弥山啊，迄须弥山拢用琉璃啦，拢用七宝诶塔成的一个琉璃山，迄是叫做宝山咧。哦，迄叫做鸟科山啦，须弥山叫做鸟科山啦吼。那迄个当面金光闪闪，你去到迄个所在，几啊几了都无好个吼。迄叫做哪？非常好。咱今日得到这样个事情，宝贵物件过去，三宝六宝拢会当得到。咱个吼，咱个部分，咱个讲啥？因这时阵较知影，三宝六宝，三宝。哦，即个叫三宝啦、剃头宝啦，啊，什么，哦，什么宝啦，三宝六宝啦，什么菜糕啦，什么糕啊？药膏。哦，好啦，什么糕？你改变落去啦，什么糕慢快去啦，慢药糕还是，超过关键。三宝六宝其实拢袂当对，干你讲来，因为较艺术，比较心地，迄阵成长。是迄种，咱即摆有咧看到，即摆我离泰国吼，我离菲律宾，一班点咧到就3、4个狗，我买当然嘛，即边内底有3、4个狗，我惊死我，啊点来，啊就从几顶来，啊咱面对面一个迄个篮球场啊，一顶大顶，啊你通菲律宾吼，你个若有物件分好，然后一顶人就来啊，来甲你点你，啊你本来后壁。照后边咧排，你想咱当时你开大时阵，而且分物件，哦，啊分明点点的，啊
等一下，咱后边排，啊排都该去，该去点，伊嘛是安尼哦，啊所以你个反正前头有咧大花面，但是因为找几个了解这个，了解这个，所以呢，了解是的，但是因为你是了解个，你是了解你有一个依足足功德的，迄个发生你内底，不可得不可求，迄个物件你内底，毋是讲你了解有一个了解，有一个实体，有一个反应，因为迄种是一个不可得的物件，所以伫遐当中，诸佛地，实无有法，如来跟阿弥陀佛什么三问题，实实在在，确实，哦，伊这甲你足甲你讲实在，所以这就是一定来破你的相，因为若要破相，我同有理，哦，要破相我只个当有理，所以若破相，来啦，哦，你相了破掉，来啦，异空，来啦，异性。所以在瑜伽当中，哦，如来得这个得了哈，得到的哈。如来得阿弥陀什么什么地方？如来得阿弥陀是什么？实实在在摸这个如来所得阿弥陀的什么的，这可能有难以做成意思哈。这里面就是说没有一个彻底哦，这里还是没有彻底的了解。就是如来，不贪心，吼，咱怀疑，所以咱的心内，咱存着一个菩提法，吼，可得这个心理，吼，苏摩尊者吼，听这个最近讲，连伊发这个菩提心也是通啦，所以一个认定到一个所得，有一个认定的法到一个所得的法，通通要空掉，实实在在无一个认定到一个所得。咁条意思，能所要具，哦，袂使有一个念，哦，到袂使所，灵就是讲我去得到，所得不讲明天我得到，这个能所，哦，所以这个一定要记住的，